新年一摆喺德国举行嘅 IKA 奥林匹克国际厨艺比赛，今年代嘅比赛有54个国家1600人嘅厨师去参加喎。30人世界皮子味用3个人物抽质量嘅铜条，拿到20类满分100分嘅超级金牌奖，咪係100年來第2拿到嘅。希拉提冇啲投分，從西魯卡魯希庫嘅皮子味對頭次高開始呢，路半工半托，也是頭次間無興趣嘅可能，最裡面堅持回到本行，更加要提學教團一嘅經驗同精神傳承下去。这有那个糖粉要把它弄碎，你看它这样一粒一粒就不好搓。佢當認真做做餅誒，佢旁邊看到嘅學生誒，沒看得懂日文。愉悦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做饼干，你要吃吗？要除了紫杉之外，他在教的时候啊，只是比较简单，对，不会太复杂。然后就是在他上课的时候，在教的时候，就是不会有那种老师和学生的区分之在，就等于是平等一样这样子。刚刚我不是有跟你讲说，你看它这个是蛋液比较多嘛，所以你要先涂完蛋液才能那个，如果才能擦蛋液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蛋液太多就会封住，你看。皮子味讓學生嘅互通同好，除咗到90度木當當嘅看定流暢，加上係讓學生嘅夾強下。裴志偉老師，佢同學校告訴親手到學生嘅反應，韓國讓學生做得打成一片，非常嘅親切，盡量讓佢嘅食物上嘅嘅技術來傳本藝學校嘅學生嘅。就一開始我們是第一次上這個老師的課，然後我們就看到他的名字，然後以為是男生，就是沒想到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女生。然後他跟我們就是給我們印象感覺雖然很兇，可是跟我們很融洽。我對學生會比較嚴厲，是因為說，怕他們忘了安全，有時候會玩到忘記安全的問題。那所以就是說我最忌諱學生浪費食物，然後還有沒有認真做，把食物可以烤焦了，然後食物就浪費了。所以我們客家的精神就是要勤儉持家。此些同客家狀態嘅皮子味，當都唔掉打上食物，連加拿大當個食材做國強力。到去年尾新年一擺奧林匹克國際廚藝大賽，佢拿到20類100分嘅超級金牌獎。因為喺比賽創辦8年來嘅第二賽，一開始頒獎嘅時節，佢還撈到得到係4獎。主持人有講一段話，就說，他就按着我這個肩膀，就說：“請等一下。”他說：“請等一下。”他用英文講說：“請等一下。”他說：“這個女孩子呢，他說女選手，基本上她除了拿了金牌之外，還拿了滿分。然後這個獎等了很久，都還沒有人來拿，然後終於這個獎頒出去了。”韓西時節皮子味因為無卡苦，對頭沒有農食品加工科醫師，歸路嘅半工半托，結合畫圖，20頭分沙點做迷工設計，這樣是目前應該總托相關嘅課內，故所流頭沒力，托聯合大學環境工廠內，唔過佢當清楚也唔係佢相愛嘅，佢行喺好做點心，堅持完成自家夢想。我覺得我後來沒有放棄這一段。是因為我想要往這一個行業跑，然後因為歷經了有半工半讀的路，我覺得我好像有看到一些東西，所以我不想放棄。所以我半工半讀的錢，我是有一些錢是拿來買工具，然後所以其實身上並沒有太多的積蓄，然後所以一邊讀書一邊買工具，然後完成自己的夢想。糖化喺歐洲19世紀貴族設立一種結婚結論膏，當主創愛俾了裝飾性。佢清早喺先對裝飾結論膏開始做，他係想到做馬糖化搶做得做結論膏，準備來刻人物咯。佢想要打破傳統，不過人物真見得當難做，
像一只敦煌鼻天鱼是免费的哦，佢足足用的设装液，单部一滴一滴的用糖来去做，请个头拿做制作的50只，大家用的就无同样。你做女生的头的话，她的神韵最难抓，因为糖的话，你在光是压那个眼睛，你一压它的那个眼珠子，它还是会弹回来。然后你在拨它的细微的时候，它会黏。你就算涂了很多的粉，它还是黏，只是表皮干，外面是湿的，所以不容易做。一只糖花结论教係幾10個年前千做作品，開口時咩係糖花，連一道一批一批嘅花片咩行係糖花。喺德國參加比賽抽資料，像真嘅樣嘅，也係幾多一下位置清太一件作品。佢當好去描啲一道強貌，去年為到尋參賽嘅主題，係許多中南詞語講尋靈感。騎着摩托車，然後就一直晃到那個慈玉宮，因為它是一個百年的古廟。我在想說，去那裡搞不好順便拜拜會有靈感，然後就去拜的時候，就看到它上面的一些浮雕，然後就覺得有引發我的靈感。然後我就想，不然我們五虎大將選一個趙子龍好了。東亞位置皮子尾寫嘅新本點心書，同2006年，佢樣是拄好有隻機會。於咧線上超級強下以有名嘅法國男大巴黎廚藝學校短期進修，雖然經濟來源唔拉，為到完成夢想，佢還係決定要去。他說要不要100年難得可以這樣子去一趟，就是說搞不好以後也沒機會。我說好，那我就去了，然後就真的是刷卡，其實身上沒什麼錢，然後只有一張卡片，信用卡，然後就為了要真的只有信用卡，然後為了要去法國進修，想要去見識。然後這張卡刷了之後，回來台灣當然沒有很好過，還了2年債才還完。接下來皮子尾上嘅做係，讓學生嘅基礎做好，傳承廚藝。那接下來我的目前的階段是要培訓選手出國比賽，然後等於是讓我們的經驗跟精神傳承下去，就好像是客家人的精神，有些東西是必須要傳承，然後才會長長久久。而且你要賣的呢？看一下，你看這裡要先磨一層。老做點心尊重藝術，要將教室看作係專業麵包店。皮子尾要求學生嘅做到好看相，口感美好，傳承下去嘅廚藝，還有其永遠唔變態嘅精神。